只有且将续航。听着廉价大播送，日出现金被盘空，百万名车88万都在等你哦。歌手杨靖宇挂着行李箱仔现身2025台南购物节开幕活动，也佮甲购物节的奖项好礼变成歌曲唱出来。台南购物节延续去年的好口碑，活动期间一路到明年的3月份。经过圣诞节、元旦、含新年等假期，只要消费满50块，就会当有抽奖机会。奖项相当丰富，大奖有机车空100万电动车。还有现金80万，今年暑假的发票嘛有资格。今年度的7月1号到10月19号的这个消费，我们还可以特别的再办一次抽奖，增加抽奖的机会。希望欢迎大家来当早鸟。今年的消费范围除了菜市仔、新华年会大街等等，夜市仔的消费嘛会当算。宣传记者会现场嘛来了侪侪台南知名店家甲商圈，提出上有特色的产品。这出好康来吸引消费者。随着这个岁末的时候，我们商圈也各自办一些活动。那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双重抽奖。商圈的如果说凭这个购买凭证，可以参加商圈的抽奖。抽完之后，到明年3月份就可以参加台南购物节的抽奖。市长王伟体也佮宣布早鸟计划，2礼拜后会先抽出1台电动机车，这回也佮导入赖系统，民众唔免佮用其他软体，就会当登录抽奖，相当利便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